歇寒的时阵，我一个人排着背包去环岛。老实讲，我毋知影我有无体力，毋知影后一站要去倒位。毋过我特别喜欢这种四过走跳的感觉。我为凤山出发，坐火车来到台东。伫市区踅踅咧，暗时就去困伫学校的厅仔骹。这是我头一摆困伫街头，足兴奋的。迄天拄好有寒流，风真冷，但是我有外套甲困袋仔，所以困甲真舒适。隔日天也袂光，就予家天声叫醒。伫花莲的百花关线看到日出，迄时的花莲足安静的，行到倒位拢只有我一个人。我阁去了太鲁阁，遐是一个我期待足久的所在。看到关山甲溪谷，内心有讲袂出的敬畏。刷落来几若天，我去了平溪放天顶、苗栗的龙城断桥、台中的光复新村，甲南投的日月潭。行到最后，我来到阿里山。下晡9的时阵，气温已经剩7度，有影真冷。毋过我真正足介意山顶冷冷的感觉，所以对我来讲，这是一种享受。暗时我就困伫阿里山车站内底，包着困袋仔，密伫壁角，气温敢若剩0度。半暝4点起来排队坐火车去看日出。我徛伫石山2点钟，山顶的风直直吹，冷到我一直想要放弃。总算天色渐渐光，日头为玉山迄头豆豆仔升起，迄种感动温暖了规个身躯。下山了后，顺续去了畚箕湖，最后才转去高雄。隆重高工的火车环岛，予我深刻体会到台湾的美丽，嘛成为家己的宝贵经验。